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摆一日，大家协心，乌土就会当变做金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就是协好业协第八条。这个协就合同的意思，咱讲协同；若做伙出力，咱讲协力；协助办理，咱讲协办；甲人斗相共，咱讲是协作；大家做伙讨论，咱讲协议。若是为着要达成某一个目标或者是目的成立的组织，咱讲协会；双方利害关系拍的契约，咱讲是协约；若互相亲密和好，咱讲是协和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协办，会当讲是协议来办，嘛会当讲是大家做伙协同来办理。第二个词读做协议，这个意思就是大家做伙来讨论、做伙参详、做伙商议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为了要让在地经济更加兴，生理更加结实，在地乡亲大家协议讨论了后，希望把这条准高改做车路，需要各类单位做伙来协办，希望有一个好的结果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协第八条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